月食在處女座，重整生命的架構。明天為元宵佳節，天空中卻上演本年度第一場月食，配合水星也同時在逆行，似乎要推動我們在生命中進行一次大洗牌，篩選不再適切的事物。月食本身就有結束的效應，落在有篩選特性的處女座，無疑會帶來更強烈的清洗能量，特別是連日來感受到龐大壓力與自責的人，將會在這次月食所推動下，強烈感受到不能再這樣下去，不得不重新調整生存方式。因應星盤上受影響的位置，那些不適用的舊有模式將需要面臨結束，從過程中可能會爆發情感衝突，或是面臨某形式的告別。工作上，公司可能會實施架構重整而需要告別舊有的運作及員工；愛情上，或計需要告別舊有的相處方式，甚至告別不對的人；生活上，或許發現一向沿用的做法令生活混亂失序，需要告別某些習慣與作息。月食除了讓我們在外界裏進行過濾，也同時推動着我們進行心靈上的排毒。如果近月已經在精神上備受自我批判與自責所轟炸，並因為對自我不完美的恐懼而處於神經緊張的狀態，那麼今次月食將會成為轉變的契機，讓我們學會去擁抱任何形式的不完美。我們必須意識到，小我認定的完整並非真相的全貌，而是有限的認知裡產生的偏見，而偏見總是會衍生出執迷。只有放下完美的幻象，才可以越過焦慮，看見生命的全貌，打開未知的可能性。